493花莲大地震，因为台北线道路受损，塔鲁阁国家公园路线的客运拢无法度出入，无观光客这附近的船只嘛拢无行李。县政府目前已经去协调客运业者加开一条新城老街路线，希望当加减救着当地观光。 这是花莲新城老街，因过闹热的场景，伫4月初3大地震了后，因为苏花公路甲中华公路断去，游客就大减少。出名的店头门口口无人排队，产业有偌惨，在地店头甲客运司机上知影。连暑假的1成都没有吧，人非常少。其实所有的商家都有感觉到啊，应该是比疫情还惨吧。这个像这个只到太管处而已啊，去监车啊，1天大概2、3个。 为着让老街观光活过来，花莲县府甲客运沟通试办新的一条302A 新城老街宽线路线，8月10号试行，也希望提供给在地居民更加方便的公共运输。那这条路线呢，它有绕行的这个新城的老街，以及照顾了这个新城地方基本民行的需求，所以我们采了这个北环线跟南环线。那北环线是往老街的方向。 南环线是往3站的方向。阳南原地302客运目前敢若会当驶到太管厝台地，台北线中环路段搁咧抢修，所以各口到大武岭的路段搁咧管制。即马开放北线的区域，敢若合欢山、基内甲南湖山区。对灾损比较轻微的部分，譬如说太鲁阁游客中心跟长春池，那这部分我们计划在2024年年底，在安全无虞的原则以下呢，会完成局部开放。 不过，也有民众指出，新的302A 路线范围详细，无法度吸引伫市区的游客来。另外，公车站的资讯也未更新，新路线敢会当予老街观光活过来，可能该加强宣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